堪布您好，阿弥陀佛。堪布，我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我叫小马。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堪布。堪布，自从我们学佛过后呢，我们都知道，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这些道理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可是呢，一转身，我们常常就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重要的法教遗忘了，反而把很多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一些吃喝玩乐的情况之下。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身为一个佛弟子，我们要如何把这一些寿命无常、人生难得这些珍贵的法教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把它记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呢？请堪布为我开示，谢谢。好的，师兄问的非常好，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刚刚一个对佛法，一无所知的一些人，一些偶然的机会，遇见一些善知识，他觉得也不错。尤其是可能是有些个别的一些内容打动了他，或者帮助到他的这些生活，他就开始学佛。那有一些基本上本身有不错的一些佛法的这个认知和那个善根，有一点这个深入的在学佛法。所以这个学佛法这个东西呢，有很多不同层次的。而且呢，我们对佛法的了解，也有很多的这个人对佛法的了解也有不同程度的。所以我想讲的是，有一些从基本开始学佛的人来讲的话呢，你对三宝有一个坚定的这个信心，然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像你在这个一个月，你也就有一个固定的功课，然后就是做一些放生，然后你觉得我是一个佛弟子，然后就是一些天闻佛法，然后就是慢慢的，你自己这个生活的方式啊、态度啊各方面有所改变。有所调整的这个信念和具体的这个行动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更深入的学佛的时候，你刚刚所讲的一样的，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因果不续这些概念，然后用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那个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像巴州仁波切这样的这个无常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的程度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差，或者非常还在一个不会走路的小孩一样的一个程度吧，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我觉得是这个。我们要不断的去训练习，用实质性的要去练习。这个练习方法，我们就按照系统来讲的话呢，如果是你现是就是有一个普贤上师言教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文思，你懂得怎么去实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要根据这个传承上师的这个教导，要做无家心。这个无家心呢，有专门有共同外牵心的这个四家心的修行。那个从四家心呢，就是你每天要念的。如果你每天呢，就是为这个要实修这个部分，你就是能够用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来练，那就是你看这个累积起来1年是你花了很长的时间，跟从前比较的话就是不错的。所以用这个来，就是你看那第1年和2年有没有就是一个相对的进步。
我现在讲的是从一个在家居士一般的，必须就是要面对很多种种生活的这个步伐的这个配合的一个人来讲是的啊。如果你更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话呢，确实是就像西方，我们就是不讲西藏的这个喇嘛出家人那些生活啊，在西方有些这个学习藏传佛教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已经有完成3年3个月闭关的人。因为我这个南山这个地方的有些洋人，他们也是这个像一些藏传佛教的弟子，有些年纪有60、70岁的，他们当中也有完成3年3个月闭关的在家居士。相比之下，我觉得华人里面除了出家人，学藏传佛教的这些，谁有3年3个月闭关？相对呢，我觉得很少。时间来讲的话呢，西方的社会也时间确实是非常少。时间的观念来讲的话呢，他们是更没有时间的很多人。但是最终呢，就是有没有时间，还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安排。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要落实的话呢，还是要实修。不然就我说啊，就是你一定的就可以。因为所谓的落实是什么呢？你这种无常的修行，然后就是因果不虚各方面的修行，完全要落实在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就和自己的内心融合，像以前的噶当派的那些大善知识们一样的话，就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要修行。也修行呢，就是用花时间去做的意思啊。有点严格来讲的话呢，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这样。但是我刚刚讲，从一般的一个生活来讲的话呢，你一边呢你自己工作上班，那就早晚呢做一些课，然后就是祈请上师、祈请三宝、祈请莲花生大师，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前进的方式，明白吗？那有时候你觉得这样不够，我要更做到要做得更好，也要这样想。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已经连这个都没有，我现在至少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和在一个修行的路上，也是三宝的价值。用这种方式来要鼓励自己。有时候觉得我现在的进步很慢，我要更快，我更要这个做的要更好，也要推，这个叫什么？从后面要这个要。就是推动自己向前，对，推动自己向前，这2个方式都要，大概是这样。好，非常感谢堪布，感谢。